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北港朝天宫的妈祖，甲朝天宫的董事长团队到不丹的王国来主驾，而且进行交流，要甲北港妈祖的信念，这个信念传播到全世界。为着让北港妈祖的信仰文化和故事会当行向国际，北港朝天宫促进国际交流，头一摆前往到不丹王国主驾，希望将北港妈的文化撒向世界。北港朝天宫董事长嘛讲，这一遍前往到不丹王国，嘛是希望要让更加侪人来认识妈祖的文化。这一遍的交流，除了邀请北港妈祖到不丹王国主驾，朝天宫团队嘛捐收入的善款，同时用北港为名去做不丹王国的北港路，借由北港朝天宫行向世界，那是将北港妈的信仰推广到国际，同时促进文化交流，让国际看到北港。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